OK，大家好。上次我哋睇完約翰一書之後咧，今次我想同大家睇下希伯來書。上次咧約翰一書咧，我哋已經睇得好清楚啦，就係喺呢度下邊約翰一書3:6，凡住在他裏的就不犯罪，寫得好清楚啦。如果你住喺神裏邊，你就唔會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如果你仲犯罪，即係你就仲未識耶穌，你就仲未知道邊個係基督，你仲未知道究竟佢做咗啲乜嘢。你想唔想上天堂呢？就係睇下究竟你想唔想去認識耶穌、認識基督。我哋而家就睇下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第一章。OK， 睇下有啲咩字係俾人刪咗嘅。OK， 希伯來書第一章第一節，神既在古時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即係咧神 sundry times 好耐之前咧就已經同咗，就藉着眾先知咧就同咗啲人講，同人講啲乜嘢咧？就在這末後的日子，藉着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一切的，也曾藉着他創造諸世界。就係喺末後嘅日子咧，就藉着兒子，佢嘅兒子就係耶穌基督曉諭我們。曉諭係乜嘢啊？就係佢叫我哋 appointed， 佢同我哋講，而且咧早已立耶穌基督為承受一切的，也曾藉着耶穌基督創造呢個世界。OK， 所以咧呢個世界創造咧係藉着耶穌基督，就係咁。他是神凡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一切。他親自洗淨了我們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他是他呢個他，即係耶穌基督，佢係神榮耀所發嘅光輝，係神本體嘅真像。如果你真係相信聖經嘅話，聖經已經寫得好清楚啦。耶穌基督係神本體嘅真像，即係你見到耶穌基督，你就係見到神。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一切。常用他嗱，有時候中文咧都唔知講乜嘢嘅。咩叫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一切咧？ And upholding all things by the word of his power， 即係呢個世界所有嘢都所有嘢堅固，所有嘢喺呢度 upholding 托住，所有嘢被托住咧係因為 by the word of his power， 係神嘅權能托住所有一切，就係咁嘅意思。他親自洗淨了我們的罪，已經寫得好清楚啦。他耶穌基督神嘅本像親自洗淨了我們的罪。如果罪已經被神洗清潔咗啦，神已經將罪清除咗啦，咁請問你又點樣可以犯罪呢？係咪因為你唔信呢？係咪因為你唔信本聖經講嘅嘢呢？ When he had by himself purged our sins， 佢已經 purged 除掉洗掉咗我哋嘅罪。Sat down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majesty of on high， 已經喺神嘅右邊坐低咗啦。因為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死嘅時候咧，就已經將所有罪除去咗啦。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穌基督，凡住在他裏邊的就不犯罪，
你就唔會犯罪，你就唔可以犯罪，因為你相信基督，你相信基督佢嘅死已經洗淨晒所有嘅罪。如果你唔相信，你就覺得你可以犯罪啦，就咁簡單。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生生你？又指着哪一個說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即係淨係得耶穌基督係唯一一個神嘅兒子。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的天使都要敬拜他，即係所有嘅天使咧都要敬拜耶穌基督。論到天使又說，神造他的天使為靈，以火焰為僕役。OK， 神造他的天使為靈嘅意思即係咧，神俾靈俾咗天使，佢哋有 spirit， 佢哋有靈。And his ministers a flame of fire。之後神嘅 ministers， his ministers， 神嘅僕役係火焰，即係火焰都係幫神做嘢。他對子卻說：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公義的 righteousness。他對子卻說，他即係神對子即係耶穌基督就話啦：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公義的。神同耶穌講：神，你嘅寶座係永永遠遠嘅，你嘅國權係公義嘅，因為聖父、聖子、聖靈係一，三位一體。But unto the Son he saith, Thy throne, O God, is forever and ever. A scepter of righteousness is the scepter of thy kingdom。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OK， 又說：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諸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唯有你永遠不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坐在我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所以天使係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即係如果你住喺神裏邊，你唔犯罪，你知道你冇得犯罪，你就係得救恩嘅人。天使就係幫你服役嘅人嘅天使嘅靈。第二章，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事情，恐怕我們隨流失去。都唔知佢講乜，中文唔知佢講乜。Therefore we ought to give the more earnest heed to the things which we have heard, lest at any time we should let them slip。即係你要記住本聖經講啲乜嘢，恐怕你會唔記得咗，就係咁。所以你要記得，你睇完又睇，睇完又睇，睇完又睇。點解我會成日會睇聖經咧？因為聖經有66本，你係咪可以全部嘢都記得晒咧？所以你要一直去睇，睇到你可以全部都記得晒，沒有為止，一直去睇。因為恐怕我們隨流失去。那藉着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叛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For if the word spoken by angels was steadfast, and their every
transgression and disobedience received a just recompense of reward。 disobedience 即係叛逆，叛逆即係點解咧？叛逆即係你唔聽神嘅説話，你唔睇聖經講嘅嘢，你睇完你又唔去做，就咁樣。神講得好清楚啦，凡住在他裏邊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所以你仲犯罪嘅話，你係從來唔認識神，就係咁啦。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開講的，後來是聽見他的人給我們證實了。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即係如果你聽到、你睇到聖經，你聽到聖經，你知道原來約翰一書第3章第6節係講嘅，凡住在他裏邊的就不犯罪，但係你仲 keep 住犯罪，咁大嘅救恩，明明知道耶穌基督已經喺呢度啦。希伯來書第1章第3節，他親自洗淨了我們的罪，就係咁啦。明明知道耶穌基督已經洗淨晒你嘅罪啦，但係你仲繼續以為你可以犯罪，點解你要繼續忽略你嘅救恩呢？神又按自己的意旨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我們將說將來的世界，神沒有交給天使管轄，咁即係交咗俾邊個管轄呢？但有人在經常交咗邊個去管轄呢？聖經係有講嘅。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說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說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你手所做的都派他治理，叫一切都服在他的腳下。既叫一切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一切都服他，所有嘢最後都會服在耶穌基督嘅腳下，一切都會去服耶穌基督，即係點樣講？即係佢講咩就係咩，佢係老細就係咁簡單。唯獨見那講咗咩？唯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為人嘗了死味。因為主耶穌基督佢嘅死係為咗全世界嘅人去除掉罪。原來那為一切，主耶穌基督亦都係神本體嘅真像，即係神自己去為所有人死去除罪。如果你聽唔明嘅話，聽多幾次。原來那為一切所屬、為一切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得以完全，難得以完全。唉，原來那為一切所屬、為一切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許多的兒子，即係144000人。睇下我之前條片，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即係完全，即係 perfect， 即係完全人。For it became him, for whom are all things, and by whom are all things, in bringing many sons unto glory, to make the captain of their salvation perfect through sufferings。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
為恥，因為使人成聖的即係耶穌基督，和那些得以成聖的，即係信耶穌基督嘅人，唔犯罪嘅人，知道自己係義人嘅人，都是出於一，即係如果你而家知道你冇得犯罪，你知道你唔可以再犯罪，因為罪已經被除掉啦，咁你就係重生，即係得以成聖。咁使你成聖嗰個咧，即係耶穌基督，你哋都是出於一，即係你哋係一。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所以耶穌基督係我哋嘅弟兄。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教會中我要歌頌你。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但要藉着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即係耶穌基督神親自成為咗血肉之體，為咗去敗壞，即係敗壞。英文係 destroy 破壞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他誠然沒有選取天使的本性，倒選取作亞伯拉罕的後裔，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Wherefore，係啊 ，reconciliation for the sins of people， 挽回祭，已經耶穌基督已經為所有人嘅罪獻上咗佢嘅身體，獻上咗佢嘅生命，已經挽回祭，已經贖罪，就已經搞掂咗啦。就係你究竟信定唔信呢？你唔信，你就繼續犯罪，你就以為自己做啲乜嘢係遵守神嘅意旨，但係其實唔係，神嘅命令係叫你相信主耶穌基督。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第3章，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宣認為使徒、為大祭司的基督耶穌。我們所宣認。Wherefore, holy brethren, partakers of the heavenly calling, consider the apostle and high priest of our profession, Christ Jesus. Partakers of consider， 即係要我哋去諗，就係要我哋去諗下耶穌基督佢為我哋做咗嘅嘢。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Faithful， 即係你要相信佢。Faithful， 你有信念，你要相信主耶穌基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創建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創建，但創造一切的就是神。創造一切嘅係神啊！即係啲人喺度講進化論咧，其實我覺得好蠢嘅，因為你諗下進化論，人由猩猩變咗做人，咁即係我唔係好明白科學啊，
但係你有冇諗過，如果係咁樣嘅講法，如果係人係由猩猩去變做嘅，進化嘅，即係好似寵物小精靈咁樣，咁你有冇諗下點解啲森林啊唔會無啦啦有啲人猿變咗做人咁樣走出嚟，之後就即係咁進化咧？跟住你就可能會話，因為而家已經唔需要進化論啦，而家咧啲人已經夠多人啦，個世界咧唔需要再有進化啦。Bullshit！你睇下呢度講乜嘢？呢度就係話創造一切的就是神，就咁簡單啦。唔係咩 X 又 Y 之後咧又人猿又變咗人咁樣，唉，真係自己諗下啦。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 faithful 盡忠，相信神，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即係證明將來一定會出現嘅事。但基督為兒子，治理他自己的家。我們若將可喜樂的盼望和信心堅守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當你知道你唔可以再犯罪，你就要相信基督，你要盼望，你有信心，堅守到底，直到耶穌基督翻嚟嗰一日，或者直到你死嗰一日。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在那時候嗰陣時發生咗啲乜嘢呢？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40年之久。嗰陣時咧，咁阿摩西咧就帶一班以色列人就從埃及出咗去埃及，咁又經過紅海啦，係咪？跟住咧，咁喺嗰個沙漠嗰陣時咧，即係曠野嗰陣時咧，嗰啲人咧就好肚餓，咁咧又冇水飲喎。之後神咧就將喺個天上邊就將啲天時嘅食物就每一日就俾人食啦，就係咁啦。但係咧，嗰啲人咧嗰陣時都係唔開心，又唔係話唔開心嘅，即係唔夠咯，試探神咯，即係點解我哋要行咁辛苦啊？嗰陣時啲人咧就話啦，不如俾我哋翻返去埃及啦，就唔識得去感恩，唔識得去相信神，所以我為那世代的人憂愁，說他們心裏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他們心裏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你們斷不可以進入我的安息。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在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不信的惡心，即係約翰一書3:6已經寫得好清楚啦。凡住在他裏邊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因為唔相信主耶穌基督，佢已經將所有罪除掉，所以你繼續犯罪。咩叫做不信的惡心呢？ Take heed， 謹慎 ，brethren, lest there be in any of you an evil heart of unbelief， evil heart 魔鬼嘅心 of unbelief 係不相信嘅魔鬼嘅心 in departing from the living God。 所以咧，只要你不相信，你就 departing， 即係同神分開咗啦。調翻轉嚟講，就係你一定要相信神，你一定要相信基督，相信本聖經，你先可以同神黐埋一齊。總要趁着還有叫作今日的時候，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因為被罪迷惑，但係你知道耶穌基督已經將所有罪除掉啦，所以咧，只要你相信基督，就冇罪可以迷惑到你，
因為已經冇罪存在喺呢個世界上。我們若將起初確認的確實的信心堅守到底，就像基督裏有分了。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那時有好些人聽見他的話，惹他發怒，只是跟着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不都是如此？神40年之久，為誰憂愁呢？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些不順從的人嗎？不順從即係佢哋唔相信 believed not， 佢哋唔相信基督，唔相信本聖經嘅人。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已經寫得好清楚啦。所以咧，佢哋唔可以進入安息咧，係因為佢哋唔相信 unbelief。unbelief 啲乜嘢啊？ unbelief 唔相信主耶穌基督已經親自洗淨咗你嘅罪，就係咁啦。你仲話你自己係罪人，你仲話自己你可以犯罪，即係你就仲未認識基督咯。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即係我本聖經同你本聖經係一樣，咁你本聖經咧同我本聖經係一樣嘅。咁但係咧，你哋又會話你哋仲可以犯罪，因為你哋不相信，就咁簡單。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他所說：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若要進入我的安息，雖然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論到第七天，有一處這樣說。到第七天，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神就休息咗啦。喺第七日，又在這處說：他們若要進入我的安息，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因為不順從，不得進去。所以調翻轉，你聽見福音，你順從，你就可以進去啦。如果你仲犯罪，你就唔順從，就係咁簡單。所以過了多年，就在大衛的書上，他又限定一日，今日如以上所引的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着心。如果你聽到福音，你仲話自己可以犯罪，咁你就係硬着心，就咁簡單。若是耶穌已叫他們享了安息，他後來就不再提及的日子了。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這樣看來，必有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如果你仲繼續覺得你可以做啲乜嘢，唔可以做啲乜嘢，有啲人話唔可以食豬肉，有啲人話唔可以講大話，有啲人話唔可以 anyway 唔可以做咩？你就仲係做緊自己嘅工，你以為你做啲乜嘢，唔做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成全，成為完全人，可以令到自己 perfect， 但係其實係唔得嘅。你要歇了自己的工，即係你咩都唔好做啦，你就信神啦，就係咁簡單，因信稱義。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順從的樣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大能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判別。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眼前不顯現的，
原來一切在那我們要向他交賬的眼前，都是赤裸敞開的。有時中文真係好難明。Neither is there any creature that is not manifested in his sight。即係冇一樣嘢神係睇唔到嘅。But all things are naked and opened unto the eyes of him with whom we have to do。所有嘢神都係睇到嘅，所有嘢都係 open 喺神面前都係敞開嘅，就咁啦。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諸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宣認的道。Let us hold fast our profession。即係我會同你講，我唔可以再犯罪啦，因為主耶穌基督佢已經做咗佢要做嘅嘢啦。我信佢，呢個就係我宣認主耶穌基督嘅道啦，就咁簡單。如果你犯罪，你就仲未信佢；如果你犯罪，你就唔識神。你想唔想繼續唔識神啊？定係你想開始去識神，知道自己冇得犯罪呢？我做唔到決定俾你嘅，你要自己去做決定。因我們的，我淨係可以俾你睇聖經，就咁簡單。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典，作隨時的幫助。Let us therefore come boldly unto the throne of grace, that we might obtain mercy and find grace to help in time of need。坦然無懼即係揭了自己嘅功。神佢知道你做咗啲乜嘢，神知道你點解要咁樣做。所有嘢神都係喺神嘅控制裏邊。你唔好以為你自己可以做啲乜嘢，神唔知。神佢係創造呢個世界嘅人嘅神。因為呢度已經講咗啦，所有嘢都是赤露敞開的。只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辦理屬神的事，要為罪獻上禮物和祭品。咁即係好多年前呢，就會有祭司，佢哋咧會去獻祭，為咗除掉罪。直到耶穌基督嚟嗰陣時咧，直到耶穌基督嚟嗰陣時，耶穌基督去將所有罪除掉之後，就冇需要再去為罪獻啦。所以有啲祭品啊，或者去燒嘢俾啲先人啊，全部都係冇用。他能體諒那愚蒙的和走差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神可以體諒 who can compassion， 因為神係愛，故此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為要蒙神所召，像亞倫一樣。如今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生生你的那一位，就係神。係神去 appoint 基督作為大祭司，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奉上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就在他所懼的事上蒙了聽允。因為基督嗰陣時佢係有血有肉嘅，佢係會痛，但係佢都知道佢自己係大祭司，所以咧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所以佢最後都係要做佢神要去做嘅嘢，就係喺十字架上面被釘死。之後基督就坐咗喺神嘅右手邊。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好啦，呢一句都係好重要。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所以點解凡住在他裏面的就不犯罪呢？因為耶穌基督佢已經成為咗你永遠得救嘅根源啦。但係你要順從他，即係你要睇本聖經，你要認識神，並蒙神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許多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唔進去。看你們學習的日子，本該作教師，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的初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公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兒。唯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智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中文係咁樣寫嘅，但係英文呢？睇下呢度啊。For when the time ye ought to be teachers, ye have need that one teach you again, which be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the oracles of God, and are become such as have need of milk, and not of strong meat. You have need that one teach you again, which be the first principle of... Okay. For everyone that useth milk is unskillful in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for he is a babe. For the time ye ought to be teachers, 看你們學習的日子，本該作教師。Ye have need that one teach you again, which be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the oracle of God. 誰知能把聖言的初端另傳俾你哋。即係吃奶嘅人就係嬰兒，因為吃奶嘅人仲未去識得點用本聖經，仲未去通透聖經嘅道理。But strong meat belongeth to them that are of full age, even those who by reason of use have their senses exercised to discern both good and evil. 只要你長大咗之後咧，你就有你嘅 senses， 即係你嘅五官，眼耳口鼻聞，去知道咩係好咩唔好，就係咁。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悔改死行信靠神。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Let us go on unto perfection。我哋係完全，我哋係完美。各樣浸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道理，神若許我們必如此行。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生權能的人，他們若是倒退，就不能叫他們重新悔改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如果你知道你唔可以再犯罪，如果你知道神已經將所有罪除掉，但係你倒退，你就冇得再悔改啦。
因為你淨係可以悔過一次，重生一次。神已經喺2000幾年前將所有罪除掉咗啦。你唔會悔改完之後，你又覺得你犯罪悔改呢個唔係神嘅道理。如果你悔改犯罪，你哋係將神嘅兒子重釘十字架，係明明嘅羞辱緊基督耶穌。就如一塊田，吃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神得福。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就詛咒，結局就是焚燒。親愛的弟兄們，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信你們的行為強於這些，而且近乎得救。即係神用一塊土地耕田嘅土地去作比喻。如果你係一塊好嘅土地，你接受神嘅雨水，即係神嘅道，咁你就會生長得好好，就得福啦，就得神嘅福，就係咁啦。但係如果你生嘅嘢係荊棘或者 briars， 你就會個地嚟，即係塊地就會被廢棄，之後就會被詛咒，結局就係焚燒。親愛的弟兄們，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信你們的行為強於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作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侍奉聖徒，如今還是時候；侍候聖徒，如今還是時候。我們願你們個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滿足的盼望，一直到底，並且不解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That ye be not slothful， 即係唔好懶 ，but followers of them who through faith and patience inherit the promises， 靠着信心同埋忍耐去承受應許嘅，即係你要相信同埋你要等待。當初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這樣亞伯拉罕既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而且以起誓為實據，了結各樣的爭論。照樣，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額外顯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發證，藉着兩件不更改的事，神絕不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盼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我們有這盼望，如同懸雲的苗 anchor， 又堅固又穩靠牢靠，且通入幔內。作先鋒的耶穌，既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就在我們的幔內。第7章，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就迎接他，給他祝福。亞伯拉罕也將自己所得到的取1/10給他。他第一個名翻出來就是公義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本是長遠為祭司的。你們想一想，你哋諗下啦。先祖亞伯拉罕將自己所奪來、擄來上等之物取1/10俾呢位大祭司麥基洗德，這人是何等尊貴呢？那得祭司職任的利末子孫，領命照列向百姓取1/10。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雖是從亞伯拉罕身中生的，還是照樣取1/10。唯有麥基洗德不與他們同譜，倒收納亞伯拉罕的1/10，為那蒙應許的亞伯拉罕祝福。從來為分大的給為分小的祝福，為分大的給為分小的祝福，這是變不倒的理。OK， 從這裏收1/10的都是必死的，但在那裏收1/10的，有為他作見證的，他是活的，並且可說那受1/10的利未，也是藉着亞伯拉罕納了1/10，因為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的時候，利未已經在他先祖的腰中。從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職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藉這職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興起一個祭司，照麥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亞倫的等次呢？祭司的職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更改，因為這些話所指的人本屬別的支派，那支派裏從來沒有一人伺候祭壇。我們的主分明是從猶大出來的，但這支派摩西並沒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麥基洗德的樣式，另外興起一個祭司來，我的話更是顯而易見的了。他成為祭司，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乃是照無窮的之生命的大能。因為有給他作見證的說，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主耶穌基督，先前的條例因軟弱無益，所以廢掉了。先前嘅條例即係十誡同埋603條，603條成例，即係唔可以紋身啊，唔可以食有血嘅動物嘅血啊，唔可以食羊牛嘅肥膏啊，嗰啲啪啪啪。因為律法從來沒有使什麼得以完全，就引進了更美的盼望，靠這盼望我們便可以進到神面前。靠這盼望我們便可以進到神面前。再者，祭司耶穌為祭司並不是不起誓立的。至於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穌是起誓立的，因為那立他的對他說，即係神從耶穌講啦，主起了誓，決不後悔。你是照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永遠為祭司。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的約，更美之約的中保。他們作祭司的固然是多，是因為有死亡而不能長久。這位既是永遠長存的，這位即係耶穌基督，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永遠長存，永遠都唔使換。佢一次嘅死，一次嘅贖罪祭就已經解決晒罪。凡靠着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着替他們祈求。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於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一次就夠啦。律法本是立，所以你一次嘅
悔改就已經夠啦。因為悔改真正嘅悔改係從不相信變咗做相信。你從你以為你可以犯罪，你做啲乜嘢唔做啲乜嘢係可以，因為唔想犯罪或者點樣都好，你都係唔小心犯罪，直到你知道原來罪已經被主耶穌基督除掉咗啦，你就更加冇得犯罪。一次嘅悔改並唔係好似喺教會裏邊啲人悔改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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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改都唔知去到幾時。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是立兒子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遠的。耶穌基督就係永遠嘅大祭司啦，就係咁簡單。一次嘅死，一次嘅贖罪祭已經將你聖潔，只要你相信嘅話。第8章，我們所講的是其中的宗義乜鬼宗義？心總結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已經坐在諸天至大者寶座的右邊，作聖所並真帳幕的執事。這帳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獻物設立的，所以這人也必須有所獻的。他若在地上，便不得為祭司。If for he were on earth, he should not be a priest。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他們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態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做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因為全部嘢都要係 perfect 完美。神講啲乜嘢你就要聽乜嘢，呢個就係神嗰時警戒摩西。我嗰陣時就係神叫摩西做啲乜嘢，摩西就要做啲乜嘢。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十誡同埋603條貼例，後約就係主耶穌基督，就係信或者唔信就係咁啦。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看哪，日子將到，我要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行。嗰陣時與他們所立的約就係十誡。睇出埃及記就係耶穌基督佢叫摩西上山之後咧，就俾咗個石頭，石頭裏邊有十誡，之後叫摩西佢自己刻另一塊石頭，上面都係寫十誡。而嗰陣時咧就係嗰時所立嘅約，但係因為他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主又說：那些日子之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意念裏，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你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鄰居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紀念他們的罪和不義。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如今那即係十誡，如今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原來前約實在有侍奉神的條例和屬世界的聖所。Verily, the first covenant had also ordinances of
divine service and a worldly sanctuary。OK， 因為有造成的帳幕，第一層叫做聖所，裏邊有燭台、桌子和陳列餅。第二幔子後又有一層帳幕，叫做至聖所 The Holiest of Holies， 有金香爐，有包金的約櫃，櫃裏有聖瑪拿。嗰陣時，以色列人佢哋喺沙漠曠野嗰陣時咧，神就係俾瑪拿佢哋食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嗰兩塊約版上面有十誡。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像映照着，櫃上有榮耀基路伯的映照的影，櫃上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這幾件我現在不能細說，這些物件既如此定下了，眾祭司就常進第一層帳幕行拜神的禮。第一層帳幕作聖所，祭司咧就喺作聖嗰度拜神啦。至於第二層帳幕，唯有大祭司每年一次獨自進去，沒有不帶着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聖靈用此指明第一層帳幕仍存的時候，進入至聖所的路還未顯明。那第一層帳幕作如今的一個表樣，所獻的禮物和祭物就憑着良心說，都不能叫侍奉的人得以完全。這些事連那飲食和諸般洗的規矩，並屬肉體的條例，在他們身上命定，都不過是到振興的時候為止。但現在，因為嗰時第一帳幕佢哋即使係點樣獻祭，但係都冇辦法去除去晒所有罪，直到耶穌基督。但現在基督已經到來，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做，意思就是不屬乎這房屋的，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為我們成了永遠贖罪的事。一次成了永遠贖罪嘅事。當主耶穌基督已經成為咗贖罪嘅事啦，已經搞掂咗罪啦。咁請問你又點樣可以再犯罪呢？係咪因為你唔相信佢呢？係因為你唔相信佢。要講清楚明白啲，我驚你哋聽唔明。若公牛和山羊的血，並冇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淨潔，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侍服那永生神嗎？即係你們的死行即係 dead works， 即係你以為你做啲乜嘢唔做啲乜嘢可以成為完美，係唔得嘅。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相信神。第15句，為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藉着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即係贖咗十誡603條嗰陣時嘅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應許永遠的產業。嘿，
就叫相信蒙召之人，即係你要相信基督，就得永遠嘅產業啦。永遠嘅產業就係永生。凡有遺命也凡有遺命，也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因為人死了，遺命才有效力。不然，若留遺命的還在，那遺命就沒有什麼效力了。Okay. 所以前約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為摩西當日照着律法將各樣訓詞傳給眾百姓，就用朱紅色羊毛和牛藤草，把牛犢山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又灑在眾百姓身上，說：這血就是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他又把血灑在帳幕和祭壇祭己的各樣器皿上，凡物差不多都是按着律法用血淨潔的。凡物差不多都是按着律法用血淨潔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照着諸天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淨潔。所以照着諸天樣式，即係跟住天堂嘅樣式嘅物件，就一定要用呢一啲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咁呢個祭物係乜嘢祭物呢？你應該知啦，係咪啊？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這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的面前，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帶着別的血進入聖所。如果這樣，他從創世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這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把自己獻為祭，就係更美嘅祭物去潔淨。除掉罪就係去潔淨。潔淨啲乜嘢呢？潔淨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乃是審判。講得好清楚啦。死後乃是審判，即係死咗之後，你究竟審判嘅就係本聖經去審判你，就係咁啦。究竟你信定唔信呢？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盼望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等緊呢一日，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物，不是本物的真相，總不能藉着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獻祭的事豈不早已停住了嗎？獻祭的事豈不早已停住了嗎？因為敬拜的人良心既被潔淨，就不再覺得有罪了。良心，如果你相信基督，你嘅良心就被潔淨，你又知道你唔會再有罪，因為罪係你嘅 conscience， 係你嘅意識。但係你有咗基督嘅知識，基督嘅知識就係佢已經將所有罪除掉，所以你嘅良心就被潔淨，你就知道唔會再有罪。但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來，因為公牛嘅血、山羊嘅血絕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界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那時我說：看啊，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睇下四本福音。以上說祭物和禮物、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願意的，也是你不喜歡的，這都是按着律法獻的。同緊神講。後來說：神啊，基督就話啦，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見他是除去在先的，為要立定在後的。我們憑這二旨意，靠基督耶穌，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了。寫得好清楚啦！我們憑這旨意，靠基督耶穌，只是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成聖係邊個呢？係我們。點解呢？因為我們靠基督耶穌得以成聖，因為基督耶穌佢獻上咗一次身體。英文都係咁樣講嘅。By the which will we are sanctified. We are sanctified. 我們得以成聖 ，sanctify 即係成聖。Through the offering of the body of Jesus Christ once for all. 透過主耶穌基督一次獻上嘅身體。一次獻上，一次就夠啦。Once for all， 一次 for all， 全部人。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一次嘅贖罪祭。一次搞掂啦，即係你冇得可以再去犯罪，你都冇得可以再去做啲乜嘢而唔犯罪，因為主耶穌基督佢已經搞掂咗啦，同你冇關，你只不過係究竟你信定係唔信呢？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因為他一次獻祭，因為主耶穌基督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唉，英文都係咁樣講。因為主耶穌一次嘅獻祭咧，就叫成聖嘅人永遠完全啦，完全係 perfect， 即係完美。For by one offering he has perfected forever them that are sanctified。所以我係完美，我係完全，因為主耶穌基督嘅一次獻祭。如果你相信，你都係完全，你都係完美。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因為他既已說過，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心裏，又要寫在他們意念裏。以後就說：我不紀念他們的罪和他們的過犯，因為這些罪過已經赦免啦，就不用再為贖罪祭了。因為耶穌一次嘅贖罪祭就已經除晒所有罪啦。佢除去晒所有罪就係為咗唔去紀念你嘅過犯同埋你嘅罪。所以唔係你可以做啲乜嘢，唔係你唔可以做啲乜嘢，唔係你控制你自己唔去做啲乜嘢，之後最後又去做，之後就對唔住啊神，我又做咗啦，唔係咁樣嘅，而係你信神定係唔信神呢？信神嘅話，你就知道冇罪可以再犯，因為主耶穌基督一次嘅獻祭已經令到，如果你真係信佢，已經令到你永遠完全，永遠完全 ，forever perfect forever perfect forever them that are sanctified。你又係成聖嘅人，你又係永遠完全，因為你知道耶穌基督做咗啲乜嘢，你已經唔係罪人啦，你係義人，就咁簡單。去到邊啊？弟兄們，我們既靠耶穌的血得
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嘅血就可以入到至聖所啦。至聖所係做啲乜嘢嘅咧？已經唔記得咗啦，睇下先啦。而家係第10章，至聖所咧係喺第2幕。至聖所係大祭司做嘅，即係我哋係大祭司，每年1年入去。哇呼 ，OK，就坦然進入至聖所，是靠着他給我們，他即係主耶穌基督，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主耶穌基督佢將自己嘅身體奉獻咗，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並我們心中良心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着誠心和全然堅定的信心來到神面前。我知道我唔可以犯罪，因為冇罪可以犯。我知道主耶穌基督做咗啲乜嘢，因為佢良心同埋我堅定嘅信心，所以我先可以喺神面前。如果唔係嘅話，我就從來未認識神，就係咁簡單。也要堅守我們所宣認的信仰，毫不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所以無論你講啲乜嘢都好，我都知道本聖經係講啲乜嘢，毫不搖動。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都要彼此勸勉。既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因為我們領受了真理的知識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啱啊！如果你知道主耶穌基督已經將所有罪除掉，之後你就故意犯罪，贖罪嘅祭就再沒有了。There are no more sacrifice for sin， 因為主耶穌基督佢一次已經搞掂咗啦，所以你根本上就冇得故意犯罪。唯有除非你唔信，就係咁簡單，你就故意唔信主耶穌基督。唯有戰懼等候審判和那吞滅眾敵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憑2-3個見證人，倘若不得免論述而死，何況人踐踏神的兒子，將那使他成聖的約的血當作平常，又褻慢施恩的靈，despite 你們想他要受的刑罰該怎麼加重呢？即係你明明知道耶穌基督做啲乜嘢，但係你都繼續選擇去故意犯罪，點解啊 ？Why？ 因為我們知道誰說，主說 What for we know him that has said， 因為我們知道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他的百姓，冇錯，落在永生神的手裏，真是可怕的。你們要追念舊日，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你們一面被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因為你們體恤了我的枷鎖，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也甘心忍受，
心裏知道自己是在天上有更美長存的家業。所以你們不可丟棄信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神的旨意之後，就可以得着所應許的。因為還有片時，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主耶穌基督好快返嚟啦，就係咁簡單。義人必因信得生，義人必因信得生。只是若有人退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如果你信一半唔信一半，我心裏就不喜歡他，就咁簡單。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圓魂得救的人。Okay?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即係相信未見到嘅嘢。古人也是因着信得了美名。我們藉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的話造成的。呢個世界嘅創造係因為神嘅話。這樣所看見之物並不是從顯然之物做出來的，即係所有嘢都係神創造嘅，並唔係進化論，並不是顯然之物做出來的。亞伯因着信獻祭與神，比該人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以諾因着信被接去，不至於致死，人也找不着他，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有了他討得神喜悅的明燈。人非有信就不能討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懇切尋求他的人。懇切尋求他，你哋要懇切尋求神。挪亞得因着信，既蒙神警惕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之心，準備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亞伯拉罕因着信，蒙召要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時候，並不知往哪裏去。他因着信，就在所應許之地寄居，好像在異地寄居帳幕與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創造的。撒拉自己也藉着信，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且生了一個孩子，因他以為那應許的他是可信的，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出生子孫，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相信所應許的，且歡喜抱着，又承認自己是世上的寄居，是寄居的。因為呢個世界最後都會被毀滅，就係咁。像這樣話的人是明說自己要找一個家鄉，誠然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得以回去的機會。現在他們卻切莫 desire， 即係佢哋想要一個
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為恥，因為他已經為他們準備了一座城。亞伯拉罕因着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他認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仿佛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雅各因着信，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扶着杖頭敬拜神。約瑟因着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個月，並不怕王命。摩西因着信，到長大的時候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看中那所要得的賞賜。他即係摩西因着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他藉着信就守逾越節，行灑血之禮，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列人。他們因着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着要過去就被淹死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圍繞離耶利哥城7日，城牆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信的人一同滅亡。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時候就不夠了。他們藉着信制服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襲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為要得着更美的復活。又有人忍受凌虐、鞭打、捆鎖、監禁的磨練，被石頭打死，被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着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中災難、患難痛苦，在沙漠、山嶺、山洞、地穴漂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名聲，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因為神給我們準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沒有我們就不能完全。所以要等到我哋全部144000人知道咗神、認識神之後，神就會返嚟啦，就係咁簡單。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
累我們的罪，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即係啱啱之前上個 chapter 上一章講嗰啲人啦，就如同雲彩圍住我們，因為有好多，就當放下各種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那忍受罪人這樣與他自己作對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嘅地步。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女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不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豈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眾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信服他得生嗎？生身的負責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唯有他神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咁神點樣管教你呢？點樣管教我們呢？就係透過聖經啦。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憂愁受苦，後來卻為那經歷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軟的腿挺起來，也要為自己的腿，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恐怕使跛嘅走差了路，倒要痊癒。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又要切切細察，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苦毒的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多人沾污糟。苦毒 bitterness 即係苦毒咯。恐怕有淫亂，有貪戀世俗如以索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哀哭切求，卻沒有悔改的門路，這是你們知道的。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雲黑暗暴風，號聲與說話的聲音。那些聽見這聲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都求不要再向這聽見這，因為你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因為你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說靠近這山的，即便是走獸，也要用石頭打死，並用標槍刺透。OK， 呢啲走獸。OK。
所見的極其可怕，甚至摩西說：我甚是恐懼戰驚。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吧，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裏有無數的天使。你們來到呢個城，呢個城咧就係天上嘅耶路撒冷啦，有好多天使喺嗰度，有名寫在天上眾諸長子之教會所共聚的總會，有神眾人的審判官，神係眾人嘅審判官，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呢個就係天上嘅耶路撒冷，神準備嘅城市，神準備嘅城市俾我哋就係呢一個天上耶路撒冷。去到邊啊？你們總要謹慎，不可不聽從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不聽從在地上向他們說話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天上向我們說話的呢？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動的長存。所以我們既在承受那不能動搖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侍服神，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不可忘記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你們要紀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紀念遭患難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身肉體之內。婚姻人都以為尊貴，床也並無玷污，只是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批判。你們行淫，即係點解呢？你要做一個，或者之後啦，做一個關於咩叫行淫，就係你唔信神，你去信其他唔係神嘅嘢嘅魔鬼。你們行事為人不可貪求，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我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所以I never leave thee nor forsake thee。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人要把我怎樣，我也不懼怕。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都一樣，是一樣，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道理勾來引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才是好的，並不是靠食物。那在食物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着益處。那在食物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着益處。即係有啲人佢哋唔肯食牛肉，唔肯食豬肉，或者唔肯食 anything， 唔肯食任何你覺得唔可以食嘅嘢，即使佢哋食或者唔食都好啦，都唔會得到咩益處，就係咁簡單。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無權去吃的。原來
畜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體被燒在營外，所以耶穌也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故此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們在Let us go forth therefore unto him without the camp。我們也當出營外去傳教。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故此我們應當靠着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獻祭給神，這就是我們那感謝他名的人嘴唇的果子。這就是我們那感謝他名的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But do good and communicate with God. To 行善同埋捐輸係英文咧，就係話 But to do good and to communicate, forget not，即係你要去 communicate，你要去唔係淨係行善咁簡單，唔係淨係行善或者捐輸咁簡單，而係你要去傳教，話俾人知約翰福音、約翰一書3:6，話俾人知，如果佢哋仲犯罪嘅話，佢哋係從來未認識神。Do good 即係做任何嘅好事，並唔係淨係俾錢。俾錢俾完之後有咩謂啫？你啲人都係繼續犯罪，繼續唔認識神。所以點解英文係 communicate 咧？即係你要去講。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元魂時刻警醒，好像那必要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致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因我們自覺良心無愧，願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們為我禱告，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裏去。如今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的血、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們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神，在各樣行善上成全你們， make you perfect in every good work to do his will， 仲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意旨，又藉着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行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永遠。阿門。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門。弟兄們，我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勤勉勸勉的話。你們該知道，我們的弟兄提摩太已經釋放了。他若快來，我必同他去見你們，請你們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問安。從意大利來的也問你們安。願恩典常與你們眾人同在。阿門。有啲長，13章節。可能你哋要睇完再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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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可以記得。但係，值得去睇，值得去記。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就隨時留言。之後下一本我可能會做羅馬書，或者提多書。再睇下啦。希伯來書已經好好㗎啦。
下一本就做羅馬書。如果有啲咩問題，如果你繼續犯罪，如果你仲係知道你犯罪，或者你仲係覺得你要去教會嘅話，隨時留言。如果你真係想相信主耶穌基督嘅話，你就要去，可唔可以咁樣？如果你想相信主耶穌基督，如果你想得永生，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唔可以犯罪嘅話，你睇完我啲片你都係唔明，但係你仲想知道嘅話，你隨時揾我，你留言或者 send email 或者做咩都好啦。或者自己睇聖經。聖經係唔會自相矛盾。我睇嘅聖經係好完美，好 perfect。我未睇過本書係咁 perfect。所以聖經佢唔係一個信仰，佢唔係一個宗教，佢係一個事實，佢係一個發生嘅歷史，同埋將來會發生嘅一個 prophecy。所以你相信嘅並唔係相信人寫出嚟嘅話，你相信嘅係相信神講嘅嘢。所以點解我選擇去同你哋直接去睇聖經呢？因為神係咁樣講，你信唔信呢？你可以選擇信或者唔信，你可以選擇上天堂或者落地獄，就咁簡單。有啲咩隨時留言。拜拜。